睇得明數字就係信息，睇唔明數字就係一堆數字，就好似摩斯密碼一樣。好多大老闆都中意號碼裏面有好多連號，例如8888866666，我哋俗稱叫做炮子號。呢啲號碼有機會係要花6位數字以上先買得到，最誇張一個號碼我見過係要花500萬一個。我哋數字易經稱之為伏位星，佢係一粒小吉星，但係好容易變壞，就要睇下佢前同後跟住嘅係乜嘢嘅數字。伏位太多嘅朋友仔，多數都會出現拖延症、缺乏動力、猶豫不決等等。伏位星太多，對身體嚟講就會容易衍生慢性病，要對應翻前同後嗰粒數字，就知道對應翻邊個器官。如果係96666絕命加伏位，就容易有肝腎功能同埋糖尿病嘅問題。你嘅電話又有冇伏位嘅能量呢？留言區話我知啊，同你拆解號碼嘅秘密。關注我，我係曉嵐老師。